因为有个人可能知影讲，我的小妹即马是交互爸爸，吼面对伊的即个病痛的即个缘故，其实我是最想要去坐一后壁吼，迄个角落的所在吼，安静一下敬拜就好。啊，总是我是牧师，我必须爱徛一人的面头前来引带人来敬拜。啊，感谢主上帝传导即礼拜所带的即个经文，我准备即个祈祷会时阵，上帝的话大大甲我感动，也通过即个牧师牛选的诗歌，我嘛大大得到安慰甲激励。啊，感谢主！啊，我最近无啥专心吼，原底昨青年礼拜应该是爱我讲道吼，啊，感谢传道真正帮我来负担。感谢主上帝，当互我今仔日搁勇敢啊坚持，徛伫上帝甲正人面头前，做伙来引带。咱是笑是我进前，倒一摆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真正需要你的开力，阮真正需要你的扶持。阮毋望每一届主你来到你的面头前，是真正带着一粒较无的心。阮毋是因为照阮的习惯，照教会规定讲，你袂当停止聚会，所以阮照这个教示，阮才乖乖啊来。阮爱因为主耶稣基督，你为着阮的罪来一只牺牲。阮爱因为即个大大的恩典，用珍惜较无的心来到你面头前。主啊，毋望你的信心，咱会通过，不管是诗歌，也是主上帝你的话，倒一摆拍开阮的心门，互阮得到试场，得到激励，会当对这个礼拜中间来得到你的优赐，你的造就甲装备。主上帝，阮将祈祷会以及整个礼拜全然仰望伫你。阮安尼向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咱做来唱这首诗歌，一步搁一步，来用欢喜快乐的心情，靠仰望做来唱。咱行上帝国的路，为着予因宣扬的愿望，一步甲一步，咱行上帝国的路，无论拄着偌大的风波，行去过咱世界。向前行，因为主耶稣伫甲甲咱三人行。美好的人生，已经伫目口边啊！只要咱主心向上帝国来行，一步甲一步，咱行上帝国的路。为着予因宣扬的愿望，
已经为着咱备办伫遐，咱接煞，咱来领受主上帝的话，咱大声来领受今仔日的经文。毋茫一等呢，咱通过祈祷，咱来听传道的分享的时阵，咱能得到真大的激励，真大的提醒。来，咱来读这段经文，请。耶稣亲和因做兄弟姊妹，也无感觉见笑。伊对上帝讲：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保佑你的名。伫因的话中，伊亲和了你。伊阁讲：我要信靠伊，也讲：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兄弟拢伫遮。耶稣亲和咱是啥？亲和咱是啥？兄弟姊妹。咱是上帝的囝儿，好，咱下一章。今仔日，咱来看咱四周围的人，咱拢是兄弟姊妹。今仔日咱坐一遮，拢是因为信息的安排、引带甲保守，所以咱大心，咱为着咱会通来到上帝面前，咱感谢主耶稣，因为通过伊所受的这个苦难，咱通真实成做主的子民。甲耶稣基督成做兄弟姊妹，咱大心为着迄代志，咱来献上咱的感谢，咱做规矩来祈祷，请。亲爱的上帝，阮伫天日的爸，阮因为你的圣子耶稣基督的保守引带，甲伊为着阮的罪，一只来受苦难，阮通成做你的子民。阮既然都安尼福分甲荣耀，互主耶稣称做是伊的兄弟姊妹。主上帝，这是极大的荣耀，这是极大的恩典。恳求主上帝你的神，阮每一个礼拜时阵来珍惜安尼的身份，来把安尼的福分，会当互阮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头前，毋是因为教会规定，是因为阮靠慕，阮意爱来到上帝天地你面头前，向你敬拜，向你学乐。阮安尼向你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读后一段的经文。咱做来读，请。既然这个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伊本身嘛甲因相反，正做有血有肉的人，通通过伊的死，毁灭迄个掌管死亡的魔鬼，搁讨把遐个因为死亡的囝儿一生做奴才的人。搁来，咱求信心，真正来坚固咱的信心。互咱知影讲，死亡是搁阮的开始，是通往永远的一个过程。主耶稣伫咱的头前，带咱行过死荫的山谷，通往永远的一个印象。那么，不管你即马现在面对啥物款的苦难，面对啥物款的挑战试炼，咱拢交托互主耶稣，咱来牵主耶稣的手。那么，咱只要将咱的困难，咱拢通过的祈祷，交托伫主耶稣面头前，咱做来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找你的圣囝耶稣基督成做阮的救主，因为伊有死过我，互我有死过我的盼望。虽然阮的肉体会破病，会无爽快，会慵懒，但是主，你对阮有永远的应允，你要互阮一日人生，甲你永远伫迄个无悲伤、无痛痛、无苦难的迄个所在。主啊，恳求你，当阮面对挑战、困难、软弱的时，阮永远对你有信心，因为你的信心是阮的安慰者，你的话是阮头前的灯，骹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当阮人生行到无路的时，阮只有倒来找你，因为你永远袂放弃阮，因为你会亲像看到羊仔囝共款，讲囝，我真欢喜你倒来。主，恳求你，会听搁一摆伫阮的内面，因为阮需要你。恳求你听阮的恳求来祈祷。好，接下咱要来领受最后一段的经文。好，咱做来读，请。所以伊伫人方面，就甲伊的兄弟姊妹同款，通伫上帝的面前做民族忠实的大祭司，通互众人的罪得到赦免，因为伊当伊有受苦、受考验，伊会当帮助遐个受试探的人。最后，咱为着咱家己，也是为着别人目前所面对的苦难、挑战、试炼来祈祷。求主耶稣体贴咱，鼓励咱，按咱的手来面对考验。咱心内，咱来想，一日是有兵有赏，怎面对即个挑战？现在头壳是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只是咱嘛该为着别人来祈祷。咱做伙为着安尼代志，向上帝交托，请。恳求你帮助阮，当阮面对苦难、试炼、挑战的时，主啊，求你找你的天使来甲阮提醒，检测迄就是你予阮的实力价。愿主上帝，伊加持阮的信心，来赢起实力价，稳对你的脚步。不管这个考验是啥物，不管迄个深度到偌严重。恳求主上帝，你拢帮助阮，检测阮的软弱，检测阮会来问讲，为虾米是我？为虾米我会拄到遮个代志？总是主，求你的神真正手术，予阮信心，会当来担当，会当一日引带保守下面来行上帝，你要予阮真实的道路。主，阮安尼向你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继续备办心，今仔日的礼拜。
应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佑伊的所在，着让伊来吟诗，让伊唱歌学好，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在，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敬拜学好，加敬拜。各位姊妹大家平安，咱请咱徛起来，咱来学到咱的上帝。
拢是讲热经吼。好，啊，当你伫热经的时阵，爱喜乐较容易，也是当你伫喜乐的时阵，要喜乐较容易。我讲对较济，你顺利的时阵喜乐较容易，倒一种较容易。安尼吼，好。我感觉上帝伊足可爱，伊总是会互咱伫即个路上有足侪的挑战，有足侪的功课。但是只要咱相信，你会感觉讲心内面有一个坚定的力量，吼，咧陪你行。有一个力量咧维持你行迄个头前的路，只要咱相信。所以咱来唱即首歌，我相信。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伊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袂是我的阿爸嘞，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真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个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是命将我美好计划，伊是上水，我要一生跟对伊。我相信，我相信，谁可以有福气，选择这上好的道路，我愿意。我相信。我相信，上帝的苦拢是真，耶稣陪我一路引闯，永远袂离开我。我邀请你会使甲目睭闭起来回想，上帝是安怎引带你行这条路。我相信一定有甜、苦、酸、涩、咸，只有你家己会使体会。咱会使目睭闭起，用一点仔时间来思想主安怎引带咱行这条路。我相信，耶稣是我的好朋友，伊写伊将永远我命来相思。我相信，伊袂是我的阿爸嘞，伊是在听我，伊用慈悲款待我。我相信，信心是我的安慰者，伊是个温柔的同在来看见。我相信，是命将我美好计划，伊旨意相随，
我要一生轮回伊。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是可以的路好去，选择最上好的道路给你。我相信，我相信，上帝永远拢是真。耶稣陪我一路引传，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伊就是阿爸的，伊看我最可贵。耶稣听你，咱请唱耶稣听我。耶稣听我，耶稣听我，你我一生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永远听我。耶稣救我，耶稣救我，伫我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你会救我，救我脱离罪恶关系，带我进入光明之道。哦，耶稣听我，已经救我，耶稣永远听我。咱小弟哦，耶稣听你，耶稣听你，伫你一生中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永远听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一生中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你会救你，救你脱离
求你拖你罪恶宽赦，带你真理光明前路。哦，耶稣听你，已经求你，耶稣应我听你。我相信，上帝应允拢是真，耶稣陪伴我一路引带，永远袂离开我。我相信，你就是阿爸妹，你看我最宝贵。我相信，上听我的就是阿爸妹，你听我最宝贵。咱做个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让我今日的学乐，甲恳求，我亲像香香的者，献到你的面头前，会当互你欢喜感觉，用你的信心，继续运行伫阮的中间，你会听，无离开阮，用安尼祈祷，奉主的名求，阿门。三个人因圣诗第10首，圣父上帝伫天顶。所有圣经伫圣诗的头前第13页，我信用。
经文第28篇，上次也诗篇118篇，我来去请会众来念。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起厝师傅去杀个石。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迄位应该受祝福。就业就去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咱单起来祈祷。仰望天的上帝，你是全能永远的上帝，天地主宰，万项好事好命的源头。愿感谢你赏赐阮满满恩典，伫我每一日来欣赏。今仔日是2019年上后一个主日，阮着算效上帝予阮的恩典来献上阮的感恩。阮感谢你，伫这一年中间，无论阮拄着好还是歹的境遇，阮有忧闷的时，也有拄着试炼的时，你的手拢扶持来顾守阮。互阮安然来经过，保守阮的心心灵，拢得到真正的平安。阮感谢你。伫未来一年，阮也求主永远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人的身上，互阮灵性哪加天学习主耶稣的款式、言行举止，拢列合伫主的旨意，应有主的名，利益伫众人。我们甲未来一年完全交托伫主的手中，特别是阮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主甲阮同在，无论得时也是不得时的时，阮拢要因为你的听，甲你所赏赐的能力，伫愿望中得到喜乐。伫新的一年，互阮搁较亲近我靠主，服侍主。谦卑甲主相同行，阮当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的带领，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圣主名求，阿门。首先来看上帝话，记载伫圣经新约以伯来书2章第10节到18节，华本圣经是314页。台语和日本的圣经是252页，显着我来读。以伯来书2章第10节，因为万物所为着伊，万物所对伊的，带带一些囝到伫阳光，就呼救因的首领，对苦难来成完全，本是合宜。因为迄个互人正成的，甲遐个得到正成的，拢对一个出，所以伊称因做兄弟，无掠做见相。讲我要保养你的名，伫我的兄弟俄罗你伫会中。佮讲我要我告你，佮讲看我甲上帝所予我的囝儿。当这个囝儿既然相同有血脉的体，
伊本身也偏偏有要用死来废无有死权势，就是魔鬼。也要互一生行为到死，亲像做奴才的，拢得到头棒。因为伊无牵究天使，是牵究阿勒伯罕的护的。所以凡事伊着甲兄弟相同，通伫上帝的事做人民忠信的这石头。因为百姓的罪显挽回者。因为伊已经受苦来拄着刺，就会帮助这个受刺的人。以上圣经愿上帝祝福听伊话过来行的人。学乐，咱请中一群来学乐，今仔学乐时光是有人为你祈祷。进入咱请张正义团队，今仔进入的第6次，唔通行回头路，唔通行回头路，请团队。不好意思，那个好。弟兄姐妹平安。歹势，我袂记你这场是台语啊，兄弟姊妹平安。耶稣伫世上报道的时阵吼，伊报道的这个对象吼，伊报道的对象有真侪是犹太人，而且吼，耶稣所做的、耶稣所传的，是一种对犹太教来讲非常大的一种改革。耶稣所传的这个福音，伊直接否认吼，他直接否认当时非常看重律法的这群法利赛人。
这个法利赛派的信徒啊，因认为讲，因若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因就会得到救恩，离去天国。但是耶稣这个时阵，用一种非常严厉、非常严厉的这个态度，甲指责因，互因知影，人的得救完全不是因为人遵守律法。兄弟姊妹，你要注意耶稣所传的福音，伊强调一项代志：人的得救完全不是因为人遵守律法。人会当得救，是因为人接受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这款信仰的观念，对当时的犹太教来讲，根本就是完全否认，完全否认因宗教当中上重要的价值。而且当时的政治人员啊，伊看待耶稣甲伊的门徒，就亲像是一群异端邪教的人。为什么安尼讲？你敢会记得耶稣伫最后的晚餐的时阵，伊对门徒讲什么？伊讲，恁以后，恁就爱食我的肉，啉我的血。外口伫外口遮的罗马政府的官员听到耶稣安尼讲，因会惊死。为什么？因会想讲耶稣因这群人已经是异端，一定是邪教，而且因一定会认为讲耶稣甲伊的门徒是一群食人族啊。为什么？伊讲耶稣讲，恁爱食我的肉，爱啉我的血。所以这个时阵在这个环境当中，耶稣受死上天以后，基督教这个宗教无意外，一定是一种互政府看做是违法的一个宗教团体。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这段圣经希伯来书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有人是讲是保罗，但是这个讲法无人会当用正确的历史的资料来确定这项代志。但是咱会当确定的是，希伯来书的受书者希伯来书的受书者，他们是一群犹太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群人本来每一天拢伫犹太会堂内底聚会的一群犹太教的信徒。因为门徒伫耶稣上天以后，因不断伫世上传福音，所以慢慢有一群犹太人接受耶稣的福音。因开始想要成做基督徒，但是罗马政府会用各种的手段甲因迫害这群基督徒。那照希伯来书的讲法，因虽然还未到为着牺牲为着基督牺牲性命、牺牲伊的身体的这个阶段，因为真正的宗教的迫害是伫主后60年才开始但是这个时阵呢，犹太基督徒有可能因为信耶稣，因的厝因的财产会互政府收去，因的囝儿有可能会失踪去，因家己有可能会互政府掠去关。面对安尼的一个环境，安尼一个压力甲迫害上安全的方法是啥物？你知无？犹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面对这个政府的迫害打压，最重要的这个这段这个宗教的迫害这段打压的时候，他们自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因转去成做一个犹太教的信徒，而且因否认耶稣是弥赛亚。他们这个时候最好的自保的办法，就是回去信他们的犹太教，然后否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是安尼你就会足安全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透过希伯来书要来考劝犹太的基督徒讲，恁就千万唔通行倒转去迄条无信耶稣的迄条道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出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这群犹太基督徒说，你们不可以回去过本来那个不认识耶稣、那个犹太教信徒的生活。
你们不可以放弃耶稣。这是整本希伯来书写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今天讲到的标题：不可以走回头路。好，那是咱有安尼一个基本的这个了解吼，咱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安怎甲咱提醒。希伯来书的第1章啊，一开始，希伯来书的第1章一开始，上帝用了7个角度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怎样伟大，一个是怎样透过上帝是如何透过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在这个世上为我们做了哪些伟大的事情。他透过了7个角度来说明他到底是谁。这段经文出自在希伯来书1章的2到3节。他说：第一啊，他早已为他承受万有，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第三，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基督是上帝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第四，耶稣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第五，耶稣基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六，耶稣基督洗净了人的罪。第七，耶稣基督今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一段我们都不会不熟悉，因为在使徒信经就有一段提到说，他今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在这7个介绍当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一段，最重要的2点是：第4点，神本体的真相；还有第6点，洗净人的罪。怎么说呢？咱会讲耶稣是上帝本质的真相，就是讲上帝因为对咱的疼，伊将家己的形象透过耶稣基督成做一个人，互咱用目睭都会当看会到，伊为什么安尼做？上帝为什么安尼做？兄弟姊妹，咱要知影，基本上啊，伫过去啊旧约的时代，从来唔捌有一个人看过，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本人长什么样子。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怀疑说：真的吗？旧约时代真的人没人见过他吗？你可能会想说：不对，亚伯拉罕应该见过他，不对，摩西应该见过他，谁应该见过他。我很确定的告诉各位，这些人没错，他们跟上帝有很亲密的交通，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的人长什么样子。唯一一个例外是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可是他不在我们今天讨论范围内。总之，在约翰福音1章18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表示是什么意思呢？这边表达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道成肉体。道成肉体，兄弟姊妹，咱人啊，咱真做一个人，爱去相信一个从来唔捌看过的神，是不是较困难？因为阮无看过啊，唔知影伊生做什么款。若是咱唔知伊生做什么款，搁要甲相信，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所以啊，上帝因为体贴咱的软弱，伊将家己透过耶稣这个看会到、摸会到的一位人类，互软弱的世人会当较简单相信这位原本咱看袂到、摸袂到的上帝。所以咱会讲，耶稣是上帝本质的真相。所以我们会说，耶稣基督是上帝本体的真相。第二啊，我认为在希伯来书当中，真要紧、真重要的是，耶稣已经完成清洁罪的代志。耶稣已经洗净了人的罪。耶稣定十字架受死的时阵，伊已经为着全人类献上赎罪的祭。兄弟姊妹，我请问一项代志。咱所讲的全人类，敢有包括旧约时代的人？我问的问题是说，耶稣基督献上的赎罪祭有没有包括可以救赎旧约时代的人？有没有？有哈？为什么？有，为什么？因为全能的上帝
伊的能力、伊的救恩，袂受到时间甲空间的限制。全能父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救恩计划，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为什么？因为神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圣经说，在上帝眼中，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记得吗？在上帝眼中，没有时间的观念，没有空间的限制。他的救恩涉及的是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末世的时候，最后一个出生的人都有机会得到他的拯救。可以吗？好，这是耶稣基督伟大的救恩。好，以上两个重点是上帝透过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让咱了解真重要的一个价值。所以我相信对咱来讲这不是真困难了解的道理。好，若是安尼，若是咱拢会当了解耶稣是道成肉体的上帝，是上帝本质的真相。若是咱拢会当了解。耶稣顶十字架受死，已经为着全人类献上赎罪的祭。若是安尼，咱要来继续看吼。伫希伯来书第2章的第1节开始，伊讲在希伯来书第2章第1节，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在 PPT 上面，我请各位弟兄姐妹，请你注意一下。上帝说：“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上帝讲：“若是咱相信，若是恁相信，耶稣是我本质的真相，而且我已经透过圣经的死，救赎每一个相信的人。若是安尼，恁就爱用。”足认真的态度，看重恁所听到的道理，而且千万唔通放撒我的道理。为什么呢？咱继续看吼。上帝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要怎么陶醉呢？吼，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要如何来陶醉？过去啊，伫旧约的时代。”上帝透过天使传讲足侪的提醒，足侪的诫命。有一阵啊，无顺服的人，已经得到应该受的报应。咱家的吼，但是咱家的，我们这些，何况是我们这些，已经接受耶稣的教示，已经接受耶稣的救恩的人，若是放弃耶稣，否认耶稣是基督，咱敢有可能袂受到报应？在过去，上帝透过天使传达了那么多的提醒、启示跟诫命，有一群不听天使话的人，他们受到了报应了。天使所传的话，人不听，已经受到报应。何况今日生活在新约时代的我们，我们所听见的启示跟教训，是直接从耶稣基督亲口所说的。如果我们所听的是耶稣说的，我们不听，我们怎么可以陶醉呢？如这个经上所说的，我们要怎么陶醉？了解他的意思吗？耶稣所传的，当然比天使更为重要，更为伟大。那呢？违背耶稣亲自的教示的人，讲的无代志。这就是这段经文要甲咱讲的。若是恁会当接受以上这的教示，若是恁会当愿意照上帝所提醒的，看重耶稣基督，看重上帝透过耶稣所启示的救恩，那安尼，上帝要继续说明耶稣救恩的道理。希伯来书的第2章的14节，伊安尼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弟兄姐妹，这2段讲的就是我刚刚所传达的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的信仰概念。接下来他说，耶稣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弟兄姐妹，请你特别注意在红体字的这一句话：耶稣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听起来我们都了解这件事情，
可是为什么？弟兄姐妹，我想要问，为什么耶稣可以借着死败坏魔鬼？这个道理非常的奇妙。怎么说呢？如果我今天跟魔鬼征战，我要败坏魔鬼，我应该是让魔鬼死才对啊。可是耶稣基督的方法刚好跟我们相反，耶稣是自己死掉，然后魔鬼就被打败。为什么？为什么？好，要回答这个问题哈。我要回答这个问题，咱要先了解上帝有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对不起，上帝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他是公义的上帝。什么意思呢？公义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的上帝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记得吗？所以，所有有罪的人，就是你跟我，在这个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的罪，上帝是不可能轻易忘记的。简单讲，犯罪的人在神面前，他不能忘记，因为他如果忘记了人的罪，就违背了他自己的神性。但是，我们还要知道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们都知道，罪的工价是死，所以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我们这些罪恶不能被忘记的人，我们的下场都是死。好，请问这当中，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不用面对这件事情？没有，每个人都要面对。为什么？因为圣经说，只有一个人是圣洁，是耶稣基督。所以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公义的上帝面前，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我们的下场都是要付上死的罪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上帝除了公义之外，他有另外一项非常重要的特质，叫做慈悲怜悯的上帝。因为他慈悲怜悯，所以圣经说他宁愿万人得救，也不愿一人沉沦。所以这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个矛盾：公义的上帝必须让有罪的人死，可是慈悲怜悯的上帝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死。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替我们死。当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的时候，我们都不用死了。也许这段道理大家不难理解，也许你听过很多遍，但是传道每次讲到这里，我都认为上帝是一个奇妙到我们无法想象的上帝。他把绝对的公义跟绝对的慈爱集合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以至于我们每一个罪人在神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都不用死。好，我们回到我们 PPT 上这个经文。所以，咱会讲上帝借着独生爱子的死，耶稣基督可以借着他的死败坏魔鬼的作为，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基督死了，我们都不用死。现在，咱来看另外一项，在耶稣的救恩当中，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部分吼。希伯来书第10章的19节开始，19节开始，伊讲：兄弟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是他的身体。兄弟姐妹，你看到幔子吼，你看到幔子这项物件，你想到什么代志？你看到幔子这件事情，你想到什么事情？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断气的那一刻，福音书有一段记载说，这个时候幔子从下到上裂开了。好，这个幔子是盖在什么建筑物的外面？至圣所。当幔子裂开的时候，人得到一种全宇宙只有我们有的特权，就是人可以通过这个幔子进到至圣所里面，直接跟我们的上帝交通。这个是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透过他的幔子进入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弟兄姐妹，以上这一段教导，以上的这个教示，我相信大家都会当了解，大家都会当了解我所要传达的是什么。而且对恁来讲，你若是生活伫咧教会的人，若是
有认真咧听道理的人，你一定了解耶稣基督是一个道成肉体的上帝，而且伊的救赎已经救赎了咱全部的罪人。弟兄姐妹，以上这些道理，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并不难了解。而且我们的圣诞节才刚过，我们都了解耶稣是道成肉身的神，而且他透过他的救恩救赎了每个罪人，救赎了每个愿意相信他的罪人。我要从这个基础开始，跟各位传达希伯来书跟我们所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弟兄姐妹，不好意思，因为接下来我要传达的这个概念比较复杂一点，所以如果我用台语继续讲，你一定会听不懂。所以不好意思，接下来这一段原谅我会用华语来传达，非常不好意思。好，希伯来书10章22节到24节这个部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这个前提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上帝透过了7个角度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如何伟大，做了什么事情。其中很重要的2项，一个叫道成肉身的上帝，另外一个叫做他钉十字架洗净了人类所有的罪孽。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都相信上帝是这样一位上帝，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这么了不起，而且对我们的生命至关重要的这些事情。既然如此，神继续说，他说啊，你们都了解，你们都相信，你们也接受，所以我告诉你们，我上帝对你们有一些期待。在希伯来书10章22节开始，他列出了3个期待。第一个，当存诚心和充足的信心到神面前。神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也当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要坚守你的指望，不可以动摇。第3点，你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这3点用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帝的大诫命第1条告诉我们，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你会发现，爱上帝这件事情，就是这3点的前面2点，对不对？我们存着信心，存着诚心，我们坚守指望，不致动摇，这是我们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信。大诫命第2条叫做爱邻舍如同自己，这刚刚好就是这3点的第3点，我们要彼此经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3点，我不是说我们都很容易做到，但是我们都可以了解他在说什么。但是弟兄姐妹，我要你非常注意这段经文的出处，麻烦你抬头看一下 PPT 上面希伯来书10章22到24节，我们听了都觉得很自然，我们都觉得几乎是老生常谈的。可是我接下来要把第25节秀在我的 PPT 上面，我请你特别注意第25节。第25节我们都听过，可是我们可能没想过为什么他要放在这里。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他紧接在希伯来书24节10章24节的后面，他第25节。好，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如果你从这段经文里面你看不出它是如何的严肃、如何的严厉、如何的重要，那么我要请你继续往下看10章的26节是什么？10章26节，我念给各位听。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第一次读到这段经文，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体会为什么我说这段经文非常的严厉，也非常重要。那么我就请你继续往下看10章27节说了什么。10章27节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如果你不了解他说什么，我解释的清楚一点给你听。这段经文的开头叫做唯有，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只有一种下场，没有例外，
这种下场叫做等候审判跟烈火。我再把它讲的白话一点，意思就是说，连十字架都救不了这种人。我再讲的更白一点，他的意思是说，你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做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我回头让你看第26节。26节说，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27节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简单说，故意犯罪的人只有一个下场，就是只能等候审判跟烈火。这是一个何等严厉，何等我讲实在是就派的一个教示啊！上帝怎么会用这么严厉的一段教训来跟我们说呢？弟兄姐妹，如果你了解上帝的救恩，如果你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圣经是这样说的：上帝是信实的，你若是愿意认罪悔改，必要赦免你的罪，必要赦免你的罪。如果说你愿意认罪悔改，都可以被赦免。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故意犯罪的人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这不是很大很大的矛盾吗？弟兄姐妹，你有跟上我说的这个问题吗？如果神的救恩是无限的，为什么会有一个例外，是故意犯罪者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在解释这个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救恩虽然是无限的，但是他有一个例外。赦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唯一的但书，你们还记得是什么吗？耶稣基督说，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唯有什么什么什么总不得赦免。那个是什么？大声一点！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是赦罪唯一的例外。亵渎圣灵是赦罪唯一的例外。那我进一步问，请问耶稣基督教导亵渎圣灵这个严厉的教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帮你回忆一下，当时耶稣基督为一个人赶除了他身上的污鬼。这个时候，旁边有一群常常被耶稣打脸的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看到耶稣赶除污鬼，他们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当法利赛人这么说完，耶稣听到法利赛人这么说之后，耶稣讲了一段道理。他说，人靠着鬼王赶鬼是行不通的，因为在鬼的这个国度里面，如果鬼王去赶鬼，那他们的国就会崩坏。所以你们这样说是不通的。当耶稣讲完这段说明之后，他紧接着就说，人一切的罪都可以得着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人总不得赦免。所以我大胆的推论，所谓亵渎圣灵的意思就是称圣灵为鬼王，可以吗？你们有跟上我的这个 tempo 哈？意思就是说，法利赛人看见耶稣靠着圣灵把污鬼赶出，但是他们硬要说你靠的是鬼王，不是圣灵。所以我说，如果我们要定义什么叫做亵渎圣灵，就是这些人称圣灵为鬼王。也就是说，他们完全否认了圣灵的工作还有真实性。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我认为赦罪唯一的例外是亵渎圣灵。那么，为什么会有另外一个例外，叫做故意犯罪呢？我刚才是不是说，故意犯罪唯一的后果叫做等候审判跟烈火？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希伯来书10章27节说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矛盾？好，我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确定27节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同意，也就是说，故意犯罪者唯一的下场是审判和烈火。我认为这个是不能怀疑，也非常确定，没有争议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要去厘清的是什么？我们要去厘清的是到底什么叫做故意犯罪才对？弟兄姐妹，你可以同意我说的吗？下场是什么？下场非常的惨，就是唯一的下场就是审判跟烈火。可是我们要厘清的是什么？我们要厘清的什么是故意犯罪，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避免故意犯罪。我认为在希伯来书里面，这整卷书非常非常的奇妙。
它前后呼应的次数超乎人的想象。其中有个部分就是在希伯来书的6章4节这个地方，他对故意犯罪这件事情下了非常非常清楚的定义。我请各位弟兄姐妹非常非常注意这段教导，因为故意犯罪的下场如此的惨，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什么叫做故意犯罪。希伯来书6章4节开始，他这么说：论到那些，第一个已经蒙了光照；第二，尝过天恩的滋味；第三，又于圣灵有份；第四，曾尝过神善道的滋味；第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有一种人，有一群人，他们曾经经历过这5种事情。弟兄姐妹，我稍微安静几秒钟，你看一下这5种事情，你是不是都经历过？好，如果你还在怀疑的人，我清楚的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而受洗、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这5件事情你都尝过了。为什么？为什么？我待会会讲哈。我们先看这种人做了什么事情。这种人，他如果离弃了道理，请注意接下来圣经所说的，他如果离弃了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是不是我刚刚说的？他们连悔改的机会都没有。再来，他说因为所以他要讲原因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在十字架上，明明的羞辱他。什么意思？如果你是经历了这5种恩典的人，你信而受洗，接受了耶稣基督，可是你背弃了道理，你这个背弃道理这件事，就好像是你再把耶稣钉一次十字架，而且你羞辱他。结局是什么？看最后一行，结局是什么？结局是焚烧。我认为这2张 PPT 上面所写的文字，就是对故意犯罪最精准的解释。我请你特别的注意这就是对故意犯罪最精准的解释。好，这当中可能会有一个小小的疑问：什么叫做背弃道理？因为关键在于背弃道理。弟兄姐妹，就我对希伯来书的了解，所谓的背弃道理，就是 PPT 上这2行字。所谓的背弃道理，就是你宣告了耶稣基督不是弥赛亚，而且也不是你的救赎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希伯来书当中所说的背弃道理。我讲到这里可能当中有些人不是那么能认同这段经文教导这么严厉，这是第一种状况。第二种状况，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很紧张，我会不会故意犯罪过？好，在这里传道要非常清楚的去阐述这个部分，因为它很严肃，所以我要再讲的清楚一点。我要请各位弟兄姐妹放1200万个心。我告诉你，你要故意犯罪，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为什么？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是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基督是主。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称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曾经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主弥赛亚，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圣灵感动了你。所以你知道吗？你口里可以说出这句话，不是因为你这个人特别有信心，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聪明了解上帝的道理，不是因为你这个人属灵恩赐比较强，所以你说出这句话，而是因为圣灵感动了你，所以你说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在这个前提下，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你要故意犯罪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灵住在你里面，而且圣灵应许我们说，他对我们是不离不舍的。好，没关系，如果你还不放心，我继续讲。如果你担心，如果刚刚我讲完这一段教训、这段教导，你担心说我会不会曾经故意犯罪过？如果你心里有这个 OS 在想，我可以很笃定的告诉你，你没有故意犯罪。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说的这个心情，就是一种悔改，就是一种圣灵的良知，在告诉你说，我们不可以放弃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曾经担心我是不是故意犯罪，我是不是在心里面有怀疑过弥赛亚跟基督的身份，如果你担心这件事，弟兄姐妹，我恭喜你，因为你离故意犯罪很远，你不可能故意犯罪。
这一点我先请你们放心，我们再继续往下讲，不然今天的讲道会变成一场恐吓的行动，不是一场福音的传达。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当我们了解故意犯罪是这样的之后，我们也了解了故意犯罪它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不能承担的，叫做只有审判跟烈火，也就是我们连悔改、连再一次被赦免的机会都没有。那我们是不是要很看重我们要如何来避免故意犯罪？弟兄姐妹，我刚刚特别一直跟你强调一件事情，我要你去注意这段经文的出处，它在10章的26节。请问一下，第25节是什么？还记得吗？第25节叫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弟兄姐妹，刚刚这段这么严厉的教导，故意犯罪者只有一个下场，等候审判跟烈火。你想想看，充满慈爱的上帝把这2段经文放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他的用意是什么？难道上帝今天是设下一个规则，然后等着你们哪一个人故意犯罪的时候，然后我就要让你等候审判跟烈火？拜托，我们的上帝是这种虐待狂吗？他不是啊，他不是。那他为什么要讲这么严厉的话？他是要告诉我们，弟兄姐妹，回到我们刚刚一个脉络，很重要的脉络。我进到这张 PPT 之前，我先用一段时间说明了上帝透过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的圣子，为我们钉十字架，赎了我们每个人罪。我们都接受这一点。当我们知道上帝是如此爱我们的时候，我刚刚说，神对我们有一些期待。哪个期待？1、2、3这3个期待。我刚刚用爱主跟爱人来简化这3个期待的教导。当上帝说完这3个期待的时候，他接着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当上帝说完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的时候，他说：我们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是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说一个很重要的结论。我今天特别有一个感动，要对着我们当中曾经在教会外面流浪，然后呢，很巧，今天圣灵感动你，你回到我们当中聚会的人。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几个这样的人，你有一段时间没来教会，可是神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他感动了你，回到我们当中。神要透过今天这样教导跟你们说，你们不要停止聚会。你不要误会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不是说如果你们停止聚会，你们就会故意犯罪，不是这个意思。刚好相反，上帝的意思是说，聚会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走入故意犯罪这样的一个绝境。神立下了这个规则，可是他也立下了一个方式，帮助我们不要走入这个很可怕的绝境，就是他劝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你曾经去劝告过那些停止聚会的人。我要分享一个我小小的经验。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弟兄说，我说啊，某某弟兄，你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到教会了，你是不是应该回教会？你知道啊，他本着他对圣经的一点认识，他这样回答我，他说，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凡2、3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神就在他们的当中吗？我为什么要去教会聚会啊？我在家里，神也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当时啊，心里就浮现了希伯来书这段经文，我不忍心直截了当的这样对他说，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没有别的单数，没有别的妥协的空间。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在这里要跟各位传达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是，上帝如此的慈爱，如此的爱我们，如此的怜悯我们。除了爱主爱神这些大诫命之外，他告诉我们一个可以操作的一个很清楚的方式，就是我们要来教会聚会，以至于我们不会走入那个故意犯罪的绝境里面。也许你觉得偶尔我有事情，我不来参加主日崇拜，我不参加团契小组，我不参加各样的服事，好像没什么关系。也许你觉得你的理由正当到没有人可以反驳你，以至于你可以稍微的容许自己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聚会。可是今天传道
没有办法，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写。我必须很明明白白、严严肃肃的告诉你，圣经在希伯来书10章25节，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们不可以停止聚会。而且我要再一次的来提醒你，紧接在26节就是这段我们无法承受的严厉教导。我们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只有一个下场，就是等候审判跟烈火。弟兄姐妹，待会我们要进入到我们今天这场礼拜的结束祷告。我邀请你，你现在心里就在想，你除了为自己的聚会这件事情来祷告之外，我要你来思想，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你身边是不是有哪位家人朋友，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聚会了？别人怎么劝他，他有千百种理由来拒绝这个邀请。别人怎么劝他，他有绝对正当的理由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改变，所以我现在不能去教会聚会。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有，我麻烦你现在把他的名字放在你的心里，待会我们要来为这些人祷告，传道也要为你们来祷告。我们请诗琴的同工，麻烦你可以帮我弹一些音乐，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亲爱的父神，我在这个时候，主啊，我要向你说，主啊，我曾经容许我自己在一段时间在外流浪，我没有回到你上帝的家里面，我没有回到你神国的家里面。主，你曾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你说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我们这些所有的肢体是因着教会才能连结于基督。如果我们容许自己不来聚会，我们要如何连结于你？难道我们在家里面看 Good TV， 我们就可以连结于你吗？如果我们在家里面，我们透过自己单独的灵修祷告，而不是像圣经所说的彼此劝勉、互相爱惜、互相的鼓励带导，我们可以到你面前连结于你吗？主啊，我求你怜悯我，如果我曾经容许自己这么做，我现在在这里向你认罪悔改，说神啊神啊，我求你原谅我，并且我求你用你的圣灵加添力量在我的身上，好让我知道我必须像一个配称你神的儿子的这个名分的人。我的言行必须是我喜欢聚会，我享受在聚会当中，因为在聚会当中我会遇见你，在聚会当中我会知道你是跟我同在的神，你对我不离不舍，而且你有千百万个不愿意我走入那故意犯罪的绝境里面。父神，我在这个时候，我特别的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他们在心里面提名祷告的那些名字，那些人，他们所爱的，他们所不愿意他们沉沦堕落的这一群家人朋友们，主啊，我特别为他们献上真诚的祈求跟祷告。主，我求你不要让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堕落，不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走入那个绝境里面。我愿意每一个人都得救。主，我求你让每一个人都得救，一个也不被撇下。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再一次为他们提名祷告，再一次为他们把他们的名字摆在神面前，好让他们知道，好让神知道你是如何的爱这群弟兄姐妹。上帝因着我们彼此的相爱，他会成就，会回应我们的祷告。父神，我求你将你圣灵的感动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他们不是只有今天为这群人祷告，他们从今以后因着你的福音，他们每天祷告灵修读经的时候，都要为这些失丧的灵魂，这些走迷失的羊向你献上祈求跟祷告。主，我求你听了他们的祷告，你就回应他们，把这些在外面流浪的这些小羊儿们再一次牵回到你的羊圈里面。感谢主，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在最后，不好意思，投影同工可以帮我放到最后一张 PPT 吗？再来，再按一下，麻烦你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再按一下。好，谢谢。弟兄姐妹，我
我们刚刚说啊，上帝要我们用充足的诚实跟信心到他的面前。我刚刚也提醒各位说，所谓的背弃道理，是我们不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甚至宣告他不是我们的救赎主弥赛亚。所以我在这里邀请我们各位一起做一个宣告。待会我念一句，各位跟我念一句哈。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救赎主，我的弥赛亚，永生不变。我们一起说阿们。第194首，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开我目睭，互我看见。出现。咱头一摆到教会来，毋捌来个有意义的西面要去。
从请今日来开始。这个报告内先，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我来读一遍，请会友来读两遍。已经有做感情的到遐济，亲像魂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颠簸咱的罪，用敦伦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预备来书12章第1节，请。已经有做感情的，亲像魂为咱，就着放下逐号的重担，甲快快颠簸咱的罪，用敦伦来走。安尼献几周报，本周甲后周咱服侍人员咱请家己来看吼，家己来注意。咱主日的聚会，甲咱周间的团契的聚会，甲咱教会小组的聚会的地点甲时间，咱请大家来看。消息报告，本主日是12月29日，咱中昼12点半伫6楼办公室来召开行政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来参会。第二，下晡7点。伫7公益的会议室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参会。第三，要回收咱2020年咱的付费的收这报告资料，请各部来交伫办公室。下主日是1月初5，第一，咱下主日要举行就任式，咱包括中日职事甲咱各团体的首长，咱名单咱请家己来看。第二，咱1月份的1月中日长老是吴团英长老，职事是吴文林甲黄光职事。第三，后礼拜下晡7点，伫7公益会议室来召开1月份的定期中职会，请中职来出席来参会。教会消息，第一。今仔是年度结束的日子，咱请教会各单位首长甲兄弟，若要奉献的，是要支出的请款的吼。那今仔日中昼12点以前来完成。第二，请各团体这伫1月11不是1月14吼，1月11拜六进前，甲迄个圣诞的布置的咱甲跳图。第三，办公室伫1月1号拜三那个元旦放假吼，1月2号拜4咱正常上班。第四，2020年咱1月甲3月新港讲这个义务所欠的4名咱欢迎来甲办公室来领取吼。教界消息，第一，2020年咱第4届的志工训练的课程咱请家己来看那有意思的，
甲兄弟呢，甲4楼，咱来公布来登记吼。其他消息第一，那合作社伫1月5号中昼12点，伫7公里来召开合作社的理干事会吼，请理干事来出席来参加。咱后礼拜1月5号呢要举行1月份的庆生会吼，咱请名单请家己来看吼。以上报告吼，咱请牧师来介绍补充报告。平安，牧师直接来做介绍。今仔日有第一届来到咱中间的一位姊妹郑玉妹姐妹，伫咱中间安卡坡的同学。好，感谢，请坐。今仔日有一个单位台湾基督册房来到咱的中间。咱头过来做礼拜时，也看到讲因伫外口有摆即个单位，直接来介绍因的圣经，加一寡的福音册。直接咱开放5分钟，互因来做请安以及报告。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是台湾福音书房的义工。谢谢贵会，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向你们分享书房50年来的10大畅销好书。这些好书呢，对圣徒的属灵生命经历长大很有帮助。我们这次精选的好书有5大类，有福音类，然后属灵生命经历类，再下一页，对，还有生命救恩类，还有征战与祷告类。还有性格与侍奉类。那因为今天时间非常的短暂，那我们就请我们2位姊妹来分享我们一点点的读书心得。首先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本书，叫做《不住的祷告与活在灵中》。那这本书呢，就讲到神他经过了种种的过程，他成为肉体，然后成为这个圣灵，能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约翰福音5章39节那里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然而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就说到我们查读圣经呢，是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理，但是我们还需要借着祷告，接受圣灵，才能够得到这个生命。所以里头就讲到说，有一个比喻是画的老虎以及活的老虎。那画的老虎虽然画得很像，但还不是真的老虎，唯有活的老虎才是真的老虎。所以就说出我们，这个圣经呢，它是描绘出生命，但是我们需要透过祷告，才能活出这个基督的生命。那也有提到一个比喻，就像我们研究电学，我们研究，但是还需要打开这个开关才能接上电。那我们祷告也是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像是接上这个属天的电流一样，所以里头就强调说，我们需要活在灵中，需要不住的祷告，所以很推荐弟兄姐妹，待会可以一同可以来看看这本书报。那我要分享的这本书报叫做《做行战》。这本书报很简要的说到，做是我们对神的态度，行是我们在世上生活的行事为人，战呢是我们面对仇敌的姿势。那这本书报我非常的喜欢，里面有一个篇章，我想稍微的读给弟兄姐妹听。他说，举一个例子来说，若有人当面无情的批评你，你要如何应付这个局面呢？你咬紧牙关，勉强的吞下去，但怒气仍在，不过是遮盖起来而已。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他的回答是说，我们什么也不要做，因为问题的解答在这里。主耶稣已经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不仅担去了你的罪，也担去了你。
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的旧人在他里面也已经钉了十字架，所以那个不能赦免人的你，那个不能爱亏负你者的那个你，在他的死里已经被除去了。神在十字架上对付了整个局面，没有留下什么给你给我对付的。所以我们只需要祷告说：主，我不能爱人，我也放弃尝试，但我信赖你完全的爱。我不能赦免人，但我信靠你替我赦免，并且从今以后在我里面这样做。神是丰富的赐予者，他很富有，他也愿意把他所有的都给我们，只需要我们停下我们想要为他做什么，他就开始为我们做。这本书报这个是做的部分，还有行跟站其实都很丰富，里面也有一个弟兄很美好的经历，真的很希望这本书可以介绍给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今天书房的书报的摊位就在这个后侧这个门走出去，那这10套好书都在做非常非常优惠的特价，10本一套只要750元。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介绍，我们还带了圣经来。那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在散会后可以来参阅。谢谢大家。好，牧师一只倒来补充介绍一位，这位是应该有几位哈，陈文文的妈妈甲小妹有来到咱的中间，陈文寻来一后壁咱大拍鼓啊！哦，是牧师娘嘛吼，是牧师娘。好，头我听到少年人拢用华语一只来报告吼，所以当到我食到80岁，我讲台语绝对最厉害的，大家会觉得我很厉害。摆台语变做礼拜内底6点文啦吼。好真歹势，今仔日牧师祈祷会时阵小可失态啦吼。可能有个人知影讲牧师的小妹即马是即个家护病房一下子面对真严苛的一个治疗啦吼。毋茫恁继续为着我的小妹一只来代祷，嘛为着我厝内底的人来代祷啦吼。好，以上一只来做报告。上言信息第392首，阿罗上帝万福本源，阿罗上帝万福本源。疼痛，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神坚持阮的心，保守阮信仰的脚步，引带阮用真诚的性命来荣光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咱即时要来行平安礼，咱甲咱出面隔壁问好，耶稣听你